备这些建材的过程里面容易吗？他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稍微往前一点，他说什么？我在困苦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金子多少，银子多少，铜多少，铁多少，石头多少，木头多少，还有人才。我在困难当中。为什么叫做我在困难当中？很简单，各位，那个年代财务不一定有制度，那个年代财务不一定来源很稳定，游牧民族每年要重新打仗，决定地盘，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来了一个肺炎，来了一个流行病，你这个专款专用，马上就有人质疑了，要不要拿出来纾困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这整个过程里面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危险？所以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件事情，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困难。而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一些困难，所有的这一些心愿，难道就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夸口吗？其实不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和华从来没有对人手所造的殿讲过任何一句客气话。如果你翻得出来，我输你；圣经你找得到，我输你。耶和华从来没有，耶和华只有告诉你，耶和华岂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对不对？耶和华只有告诉你，圣殿建成了以后，如果你们胆敢犯罪，甚至在这个殿里面犯罪，你小心看看我会降什么灾祸给你们，有没有？这个话讲很多，而后来事实上一一也验证真的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今天我们为什么重新要讲说起来建造这件事情呢？今天的这个建造到底在建造什么？弟兄姐妹，今天的建造不是建造有形的圣殿，这一个殿，各位你们教会建殿的过程，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因为刚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的会员也在我们教会，在这个过程，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美轮美奂的殿，我们就可以安居在里面了吗？我们就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夸口说我们圣殿有多宏伟吗？各位，全世界公认最宏伟的水晶大教堂，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所以事实上，真正我们现在要致力于建造的殿，真的不是有形的殿，而是我们自己。保罗说的，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殿，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让这个殿传承下去。简单的讲，也就是各位，在这种上下代之间，我们的圣殿这一个圣洁的殿，应当怎么样传承下去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定义建造，要定义，下定决心，要坚持。大卫说：“我在困苦中建殿。”各位，你要为自己建这个殿，为自己的儿女他的属灵的圣殿预备材料。你预备的材料是什么？你可不要真的预备金跟银啊！你预备的，但是你要为他生命里面预备那个火炼不坏的那个金银宝石。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你要为自己儿女的圣殿预备的建材，那一些是什么？但是我想，首先第一个，请问是不是应该我们按照神的话来活？包不包括在内？包括在内，对不对？但是各位，这容易吗？不容易，对不对？不容易怎么办？不容易我们就放弃。各位，会不会很多人讲我们
讲我们基督徒，哎呀，你们圣经不是讲这个吗？现在根本行不通，听过这种话没有？然后呢，我们就一不小心，我们就相信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也跟着相信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子一不小心就相信，然后开始抱怨，然后开始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开始散发这种笑的时候，弟兄姐妹，这真的很没有智慧。那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们干脆推到一个最极致的，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教不好，你干脆就不要信了。弟兄姐妹，让世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要拿来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让我们属灵生命更加长进，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入的一个机会。到底世人这样子批评，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世人这样子的对我们这样子的指教，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改变的、改进的？或者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然后存敬畏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的？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的态度，不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在世代的传承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坚定我们的心志。那另外一件事情，在今天的世代里面，讲世代传承这件事，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今天整个社会不断的在我们的世代当中散播一种世代冲突的印象。从哪里开始？从学校开始。各位，不一定是政治人物会是这样，政治人物的确这样，也不一定是传播媒体这样，传播媒体的确也这样。但是原谅我这么说，从教育单位就这样子开始做。当心理学在那边不断的告诉孩子们说，你的很多伤害来自于父母，不是吗？你们没听过吗？对不对？我常常会反问，我常常喜欢反问。如果我有机会到学校去跟年轻人演讲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反问他们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常常觉得你们的父母做错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父母做对过什么？以现在的中学生来讲，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活在这里，就代表你们父母当年做对了。在你们出生的年代，在台湾，一个妇女怀孕生下来的机会比堕胎堕掉的机会要小。这样子的事情在台湾已经超过20年了。也就是说，堕胎堕掉的小孩子的数字比生下来的数字要大。所以你今天活在这边，那代表你的父母当初的决定是对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不断的在用很多很荒谬的这种说法，其实最后骨子里头背后就是在羞辱我们的神，就是在否定神的话。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非常坚定我们的立场，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反而要去体会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告诉各位，也许各位，你在家里面也会像这个世界一样，在你家也许也是一样，年轻人看不起年老的，年长的看不惯年轻的。对你来讲，可能也对你来讲，怎么样去教育他，怎么样去跟他们交通，也是你的困难。我要鼓励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作为父母的，我要鼓励你们。我偷偷告诉你们个秘密好了，你家的那个年轻人不久之后，他也会发现后面有人开始看不起他了。但是关键在这里，当他很快就发现有人比他更年轻，然后看不起他，觉得他过时的时候，他开始难过的时候，他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会想得到当年小时候他父母亲带他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教会，那里也许有答案。但是就要问了，教会我们有没有答案给这一些回头要来找答案的人？除非我们今天坚持真理，
除非我们今天坚持圣经的教训，除非我们今天向世人展现一个不是世代冲突，而是世代合一的可能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否则的话，我们提供不出答案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对大卫来讲，他传承给他的儿女的是什么？他传承给所罗门的，不只是那一些有形的金银，更重要的是他敬虔的态度，他对耶和华真实的敬畏，这些才是真正他传承给他儿女的。也许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心里面满满的问号。那你怎么解释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那个犯的罪？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一定有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跟基甸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很类似。基甸会常常会被人家质疑，为什么你们要用基甸这个名字呢？基甸明明是士师当中第一个有毛病的士师啊，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不完全的人？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要找一个完全的人，全世界所有福音机构只能叫做耶稣会，因为没有第二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神用的是我们有的，不是我们没有的。人家的优点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发扬；人家的缺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拿来做警惕，拿来做功课学习。大卫当然犯罪，但是大卫犯罪，难道我们不犯罪吗？大卫当然，也许你说我们犯的罪没有那么大，到天上去将来是算大小吗？大卫犯的罪当然不小，但是大卫当下在拿单跟他提出警告之后，他立即悔改，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但是容不容易？一个国王要悔改容易吗？大卫当时他有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把拿单拖出去杀了？他有这个选择，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当下立即悔改。请问他悔改这件事情对所罗门有没有影响？有没有？不敢讲是吗？好，我请问一下，所罗门后来有没有犯罪？有，他有没有悔改？圣经里面好像没有明确记载，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所罗门没有悔改，我保证你读不到箴言，我保证你读不到传道书。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应当心欢喜，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耶和华必审问你。传道书11章第9节。请问写出这样子的话的人，是不是代表他从过去荒唐的岁月悔改了？所罗门为什么可以悔改得了？可以从那种世界的欢乐，从那种现在说有钱人可以任性，那时候有钱有势的他要任性有什么不困难的？那在那样子的情形之下，他怎么可以幡然悔悟过来？怎么办得到的？难道大卫的榜样没有影响吗？也许你要说大卫犯罪的时候还没有所罗门，是，但是所罗门后面有没有听人家讲起过？你猜？或者这样子讲好了，请问一下，所罗门会不会读？难道他没有机会读到诗篇51篇吗？所以在所有的这些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即使我们失败，我们怎么样从失败当中重新站起来？今天即使我们跌倒，我们怎么样从跌倒当中重新爬起来？那都是我们在为自己的下一代建造的圣殿预备材料。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讲到这里，可能你会问，这跟国际基甸会什么关系？在5年前，在台湾的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我们庆祝6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在那个时候，2800多位
的会员里面，我们想要了解说有多少会员是有家族的关系的，就是说上下传承的。我们想要知道这种传承在基甸会里面普不普遍，结果发现超过1300个会员有这种传承的关系，比例不低哦。但是那因为我们只有60年，如果在国外，像美国那个100多年的，那更高。我们今天在台湾，我在很多地方到处碰到基甸那个海外来的宣教士，特别美国来的。当他们看到我身上这个基甸会徽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主动讲，我的什么人也是基甸会员，我的什么人也是基甸会员，10个有8、9个。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国际基甸会的事工的会员很容易有美好的属灵传承。他的长辈是基甸会员，他的儿女是传道人的机会非常大。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当一个基甸会员常常要拿着圣经，在所到之处要随时预备跟人家分享，拿着圣经去分享见证，拿着神的话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他要经常性的读经，他要经常性的祷告，他随时要把触角伸出去，然后警醒身边有些什么人，这个人他需要跟圣灵配合去跟他传福音。一个人经常这样做，在他的生活里面充满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请问一下，他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正在为自己的儿女预备属灵的建材？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这样结果的原因。我们不是故意要做这个事，但是当我们专心的跟随神的时候，神就为我负责我们的儿女。第二个，那这样子有什么果效呢？大卫当所罗门刚刚当王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可以求一件事，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他求什么？他求智慧，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那一段话里面，所罗门怎么样去做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什么？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活在你面前。”弟兄姐妹，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个想法，哇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对所罗门来讲，他认不认识他爸爸？太认识了嘛，对不对？请问一下，当时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所罗门有没有必要帮他爸爸去说好话？说也说不了，对不对？也不能够去粉饰太平，对不对？所以所罗门讲这句话，绝对出于他真心的一个感受，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女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你？在神面前，你希不希望？希望。到现在为止，各位，你觉得你有没有把握？你有没有把握你的儿女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你？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不见得很有把握，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让我们觉得无奈，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让我们失去信心，不是吗？所以我们的传承不只是口头要传承，不只是我们要下定决心传承，更重要的，我们生活里面要有真实的行动，好让我们的子女是可以看得到的。国际基甸会提供2样东西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我们提供了很多服事的机会。这里看到2个小女孩在那边送圣经给人，对不对？那个都不是他们自己去的，他们都是跟着爸爸妈妈去的，然后就在那边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在那边跟人家送圣经，跟人家传福音，他们看了也就跟着模仿。但是
这还不是，这只是其中之一。第一个，我们要有行动；第二个，即使你经常有这种行动的人，会不会软弱？也会软弱，对不对？也会疲累，对不对？也会受挫折，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经常性的彼此团契扶持。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我相信应该有小组长。小组长，我不知道你最近一次用“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这句经文是什么时候？我要告诉我们当中服侍的同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这句话绝对不是为了让你的报表上面的数字多一个少一个用的。希伯来书10章25节讲这一句话，请你注意读这一句话，要从24节开始读起，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后面才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不可停止聚会是结论，前面的理由是因为你们需要什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基甸会就是一群志同道合、愿意用神的话来见证、传福音，并且维系自己属灵生命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相互的扶持、彼此的关心带导，同时分享见证，这就是不断的有一群这样子的，在职场上面的人，他们愿意有这样同样的心志，然后我们有经常性的这样子的聚集团契，然后相互扶持，维系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而也因此让我们的在我们当中也就有长辈跟晚辈，像我们的林继博老师，他现在是这个在他成为传道人之前，他也是我们的会员，就这样子长辈晚辈之间的这样子的传承，相互的扶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维系稳行在一个高处上面。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传承。那也许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听到这边，你会觉得说，哇，那我会不会有点晚了？现在才听会不会好像太晚了？孩子都大了。弟兄姐妹，放心，我要告诉你，神有的是机会，有的是方法，不要失去了对神的信心。这一位画面上的这一位，最外面的这一位，是我们现任的国际基甸会国际总会的执行长。我是在台湾的执行长，他是全世界的。他父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非常热心的基甸会员。他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他也成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基督徒。但是除此以外，他对父母亲所做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他们的服事毫不在意。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态度，一直到他长大，到他成家，到他有小孩，都是如此。完了吗？放心，神有办法。就在他的小孩逐渐长大了之后，小孩的祖父，也就是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儿女一年带一个，第一年带老大去参加我们的国际年会。我们的国际年会对小孩子有非常好的活动的规划，因此回来之后，那个老大告诉他爸爸说：“爸爸，我在那里决志了。”第二年带老二去，老二也回来说：“爸爸，我在那里决志了。”等到第3年，他留意了这个老三去，不知道回来会怎么样。回来之后2天没有说话，他就忍不住，他把他找来，你去参加怎么样啊？哦，爸，我刚好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决志？哦，决志就是这样。哦，那爸，我在那里决志了。这就引起了他对基甸会的留意，而在
这之后不久，有人就邀请他去参加一个新会员参会。他参加了新会员参会之后，就加入基甸会，神就开始带他，很快的开始带他，他成为支会会长，他成为地区的这个同工，然后他成为这个他所住的那个印第安纳州的副理事长。然后他在工作上面的表现也很好，他逐步提升到最后的一个职位是礼来大药厂，各位听说过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的话，礼来大药厂最近一个产品，我们台湾现在很熟悉，叫做莱克多巴胺。他担任礼来大药厂的这个资讯长。3年前，国际总会的执行长出缺，有人就邀请他说：“你愿不愿意来试试看？”他就去参加了面谈。面谈以后，国际总会决定聘用他了之后呢，他就辞掉了这一个很高薪的工作，飞到距离住家要飞2个多小时的那个我们的国际总会所在地，然后在那一边开始了他的这一个服事工作。他没有太久以前还对这个基甸会一无所知，还对他父亲的这个侍奉毫无兴趣的。但是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担心你现在开始会不会太晚。相反的，我要告诉你，你现在放弃还嫌太早。好，所以我们绝对有机会，让我们就今天很重要一件事，弟兄姐妹，大卫预备好建材，请问所罗门要什么时候建？是大卫控制得了的吗？大卫预备好所有这些材料，请问所罗门什么时候把它建得好？是大卫计划得了的吗？都不是嘛。所以对大卫来讲，他就是做一件事情，对不对？专心怎样？专心预备。剩下来的事情是所罗门的事跟上帝的事，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一样，我们专心预备我们自己。专心预备我们自己，专心让我们有好的榜样留给自己的子女。至于神将来什么时候要复兴他的生命，那个我们控制不了，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反正就是交在上帝的手里，他不会误事。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传承？弟兄姐妹，不是等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才开始啊，从现在就要开始。你什么时候在传承？不是你到教会才开始传承，你的随时随地，你的一言一行，其实都在预备这一些材料，预备你儿女他身上的那一个属灵圣殿的所有的材料。所以为了做好这件事情，以下几个建议：第一个，请看重神的话，不只是喜欢读，不只是喜欢讲，不只是喜欢分享，不只是喜欢转贴人家写的属灵文章，我们要能够活出来。我们要能够活出来。第二个，请看重祷告。各位，我们常常在讲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真的觉得祷告很重要吗？我今天用另外一个讲法，来形容一下祷告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能够拿手机拿起来？你说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蔡英文，他会接的？有没有？没有。一直到今天早上为止，我大概问过40几间教会，只有一次在板桥有一间教会有个人胆敢举手，那我可以，我说你可以，而且你打他一定接，随时随地他接。他说对啊，我说包括双十节他在总统府
正在发表演讲的时候，看到电话，他会说：“哦，各位对不起，我有一个重要电话必须要接，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很快啊。”会吗？不会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只要我们一开口，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什么时间，只要你一开口，那一位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他比总统大多少？但是他给你这样子的特权，他给你这样子的荣幸，他给你这样子的应许。祷告重不重要？不祷告，你的损失大不大？告诉你隔壁的，真的劝你，祷告会要来啦。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祷告。但是更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进一步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大吗？也许我们都会说他很大，但是他到底有多大？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怎么样丈量宇宙？我们丈量宇宙用什么做单位？光年，对不对？光年是什么意思？光跑1年的距离叫做光年，对不对？好，上帝用什么单位丈量宇宙？各位知道吗？圣经有哦。他用什么？他用虎口丈量宇宙，在耶利米书。他用虎口丈量宇宙。好了，他的虎口相当于光年，你觉得上帝有多大？各位，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祷告的事情在他那里小到一个不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他那里的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事情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家的事情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儿女的事情祷告。那个真的很小很小很小，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虽然很小，上帝还是听；虽然很小，上帝还是看重。但是话说回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能不能有一些神级的事情来祷告？那现在年轻人喜欢讲那个神级的嘛，英文叫 God size， 有一些神级的事情来祷告。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为整个，除了为自己祷告，能不能多为一点教会祷告，为众教会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为全地的百姓能够信主祷告？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想象，那麻烦一下为基甸会祷告。至少，为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同时有200个以上的国家的基甸会员会受益。当你祷告的时候，同时有20几万的拿着圣经随时随地准备跟人家分享的这一些不知心的代子宣教士，会得到你祷告的扶持。这个是至少那个范围会比现在你祷告的要大一点点。好，第3个。我要跟大家谈钱，弟兄姐妹，我这么说好了，今天在教会界常常很喜欢强调一件事，叫做得获财的能力来自于耶和华，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向神求，哇，主啊，赐我得获财的能力。我要提醒大家，这样子的教导并不完整。没有错，得获财的能力的确来自于耶和华，但是我们要向神求的不只是得获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成为这个能力的好管家。
因为如果我们得到用这个能力得到货财之后，我们去任意挥霍，那将来这得货财的能力，它不一定是祝福，反而成为我们被审判的咒诅。所以重点要让我们成为好管家才是重点，千万不要弄错了，千万不要弄错。我觉得这样子的不完整的教导，有的时候实在是有危险的。我不知道各位的立场怎么样，但是我愿意公开在这边讲。好消息频道的 Joel Osteen 的那个东西不要看。耶稣曾经明明白白的讲：“你们跟随我，不是你们跟我来，不是看见神迹，乃是吃饼得饱。”那样子的教导，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吃饼得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样？让我们成为好管家。我倒是很喜欢华盛顿的在美国华盛顿的另外一个牧师，他的一个教导，他说什么？他说：“我都跟上帝比赛，比赛什么呢？我相信一件事，我给上帝的绝对不会比上帝给我的多。所以呢，我跟他比赛，谁给的多，我一定输。但是我尽可能的跟他比赛，输得很高兴。所以他说他从2/10开始，到目前为止，他奉献他收入的9/10。可是神还是非常信实的，让他活得好好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奉献。弟兄姐妹，当你为基甸会在这边奉献的时候，你的钱不但只会用来印圣经跟运送圣经之外，在台湾每一笔钱会有一半印制中文的圣经，在台湾各地发送，会有另外一半会印制成像这种地方的孩子们他们读得懂的语言文字的圣经，送到这些地方去。当你看到那一些非常破落的学校的孩子拿到圣经高高兴兴，当你看到披着头巾蒙着面纱的回教徒的女孩子拿到圣经打开来在那边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真是出自神的一个恩典。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金钱献上，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把我们的时间摆上。为什么？因为那是神最期盼的。你要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要随时随地预备好自己，装备好自己，不管是知识、口才、智慧、能力，跟你的心智，求主随时随地的引导、带领、赐福，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的见证。就好像各位你在最左手边的那一张，一个在南投竹山的茶叶行的老板，说实在话，没有什么很高的学历，没有什么很高的社会地位，也甚至他的服饰也并不是非有多突出到哪里去。可是当有和尚进到他的茶行跟他买茶叶的时候，他不只是卖茶叶，不只是泡茶，让他试茶，他跟他谈着圣灵引导他们谈到了福音，谈到了信仰，谈到了福音，他拿出神的话跟他对话，最后把圣经送给他。各位，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有一天这个你也可以吗？你不相信，你开始现在这样祷告，我相信不久之后你也可以。关键在我们有没有那个心智，关键在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所有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举一动，你都在预备材料，不但是装点你自己的圣殿，也在为你的儿女传承你这一个属灵的圣殿。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为所信的福音，我们不断的努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圣殿充满神的荣耀，也让儿女的圣殿因着我们的预备，也让他们这荣耀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就好像戴德生他们的家族这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主，是你的恩典拣选我们，是你自己的爱，让我们的家可以认识你，可以侍奉你。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上面，越来越合你心意，越来越讨你喜悦，越来越让我们跟我们的家全家都来侍奉你。主，虽然短时间内看出起来的情势不像，虽然有可能现在这些事情正是我们心所苦恼的，正是我们力所未及的，但这一切都在你眼前，你都知道。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凭着信心跟随你，继续坚定的脚步的跟在你的后面，不偏左右，好叫主你继续在我们的家中显为大，继续让你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跟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未来的这一些接棒的人身上。我们向你献上仰望，愿你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都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黄执行长为我们的证道。接下来我们请金句背诵，在历代志上22章19节，我们一起来背诵2次，请。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你们的上帝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上帝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上帝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历代志上22章19节，我们再念一次。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是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上帝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上帝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历代志上22章19节。让我们请翻开心灵良诗选126首，我们来回应你是荣耀君王。到台前来，一起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日在世上的成就一切事，我们都将荣耀归于你。
因为你是主，万物都是由你而来，创造一切的主。今日我们用金钱作为奉献，不仅是代表我们全心全意的摆上，也希望这些金钱如同种子撒在好土般，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的结果。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一同起立，向主献成歌。接下来我们要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再一同感谢基甸会的众兄弟姐妹来到我们的会中。那我们先唱一遍之后，彼此拱手问安。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拣选，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大家陆续回座，接下来做校会的报告。第一点是今日为复活期的第4主日，在这一日是耶和华所做的。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恳请大家在这困难的处境中，
时刻坚定与全球的百姓同力，因着祷告能够带来医治以及遮盖，经历神的保守，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第二点是感谢伊甸基金会黄维饶弟兄的分享。愿上帝祝福伊甸会的正经事工，也欢迎弟兄姐妹参与与伊甸会的服事，并为机构奉献做祷告。那我们还有请牧师来为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基甸会他们来这边做一些的分享。那特别用圣经来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在药房协助工作，那他常常因为翻圣经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也传福音给好几个弟兄姐妹所以透过圣经，我们直接把上帝的话跟弟兄姐妹来做一些的传递，或是跟一些微信的福音朋友可以跟他们做接触，这是很好的。那教会有预备一点小小的礼物然后要送给我们的基甸会。那我们请那个荣明兄来致赠我们的基甸会黄执行长还有他们的同工一些小礼物。再一下。好，谢谢。好，那另外要澄清一个事情因为我在马祖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军中弟兄，因为对外面的这个基甸会不熟悉所以曾经有一次在那个询问的时候，他们问说基甸会是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神秘的组织所以他不太敢加入。所以如果会后弟兄姐妹对基甸会想要更多的认识的话，我们基甸会的同工在这边会跟大家做一些的解释跟认识所以它不是神秘机构它是一个正经的这个一个机构所以会后可以，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对他们更多认识，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谢谢。好，那接下来报告事项是第3点，下周主日为5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教会将举行圣餐的礼拜，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5月份的第2个主日，教会会邀请陈启峰牧师证道，并庆祝母亲节的活动，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母亲参加。那主日后第5点，主日后今天12点半在201教室有召开招待、施献、数点奉献的同工训练，请参与服事的同工及有兴趣参与的弟兄姐妹可以留步参加。第6点，下周日5月2号的12点30分。有小组长以及服事同工的训练合并召开。那1点20分会召开5月份的执事会议，请参加会议的同工预备时间参加。第7点是3月份的财务收支表，4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都张贴在公布栏，可以请大家浏览关心。教会在7月8号到7月11号举办暑假的儿童音乐品格营。欢迎国小1到6年级的学生参加，那也请大家为着筹备以及招生顺利代祷。志福一人学院已经开始进行了，愿上帝祝福各项活动进行的顺利。现在今天成人主日学在会后11点40分开始上课，也请弟兄姐妹参与造就自己及装备。第11点是教会跟长庚祈祷室合作，在五泉国小有上欢乐美语班。请为教会志工参与服事的进度或者是事工上面做代祷。第12点是教会于2021年有推动爱读经计划，现在有持续进行，也请弟兄姐妹努力追求代祷，努力读经。请为教会红本门徒卫理延伸的旧约导论课程，有参与的学生可以学习上面得顺利的祷告。也为2021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至200人祷告，求上帝添加得救的人。牧师还没有要补充，我们大家请起立。3一颂。三位一体同荣同
蔡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每天在你恩典当中蒙恩。主，我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行路躺卧都谈论。主啊，我们都来思想。谢谢主恩待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那请为着肢体消息的部分，需要帮忙的、需要代祷的人做代祷。